大家都无甲来金死死，卡是讲伊就对遐来，选一支较金的，嘿，我藏在遮，唔对我若坐在遮，伊就冲出来，我爬起来踢到甲下。个爱保头家就安全，头家就这咧算啥？伊若向对我走出来，我赶紧走来遮，先牵了出去，我走动。保头家一定要三大支的，真远才对。啊个，万一遮无人，我对我出来，再插一支较细支的，人家袂我现这支呢，我甲你开。鸟话，我甲伊下杀去。好。哦，你阿哥，无你即摆是咧创啥啦？哎，拜托的啦，你是咧搬啥？搬不到边哦，身家小你搬完啦啦。哦，我逐日都无甲来，我唱到好笑好势啊！哎，你阿哥，你家一寡迄个古菜刀、古刀，啊，若边仔抄一支，安尼抄一支，即摆安尼是咧创啥？嘿，迄贵囝因推啊，互已经出到了，我惊伊我来找麻烦，为着要保护你安全，所以我继续拢唱好势。无你惊伊，无你信伊啦。讲实在啦，准做你讲吼，举这刀啦，万不然若真正有影去伤害迄个金海啊啦。我问你咧，你敢免去用乖哈？敢免食官司？啊，你为着金海这种人，啊去安尼食官司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啊，无你信他接来，好，对，以防万一。我护的我安全，唔免安尼啦，我都早就甲你讲过啊啦。那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男子汉担着虎，一切拢我担起来。哎，行，头家啦，哎呦，转来，转来，转来啊！哎，母少，去看恁男朋友因爸爸啊，啥款啊？舒适无？舅，那你讲吗？哎呦，有你咪啦，见笑啦！啊，你去看咧，啊，看了有介，有好无？那这哦，你这里放120个心啦，迄个查甫囡仔哦。不但生做将才，迄汉草阁再好，烟头飘撇，斯文有礼貌。哎呦，偌故意的呢！迄甲咱梅叔啊徛做伙吼，拢唔甲伸手去甲咱呢。哎呦，啊，那呢我就放心啊，放心。讲爸，弟弟迄阵家己听我讲吼，这文章啊，你看有介意，啊有同意阮两个交往安尼。咱无几岁呢，安尼耳啊就遐尼歹啊！我无当场甲你讲，我答应要互恁继续交往落去。啊，都有答应啊，你毋着拣一个好日子，通互我结结个讲啊。Oh no！恁爸爱阁继续阁观察一段时间。啊，你都有介意有同意啊，都爱阁观察，啊是要观察偌久啊？唉，你毋捌啦，你无听人伫咧讲食紧弄破碗。万事都是爱慢慢观察，看较好势才来，知影？我去开门啊！你要找啥？小问诶，这是物好教？对啊，阮这姓何啊？哦，无啦，你要创啥？你要找啥啦？李生，你是物好先生？我是何先生。我想有件代志要甲你讲，耽误你淡薄仔时间，毋知用诶无？时间是我的啦，要互你耽误，毋互你耽误，嘛，都爱互我知影讲你到底是甚物人，是何来历。歹势，我自我介绍，我姓温，名叫做金海。未知国下有何事情啊？想要讲代志，恁囝伫遮要讲较无方便。阮囝，安尼，大囝，请你暂时回避。无咯，父亲大人，看这个人吼，安尼来势汹汹，绝对毋是好人。我是惊你危险。我要紧啊！恁老爸即摆每工下早时拢起来练5清的，我身体要正勇的。好啦，父亲大人，那咧我就听你的话，我入来休困。但是你爱会记，危险的时爱休一下。休我会晓，若爱我就袂记你啊，同样。紧入去，来，即摆我的姑囝已经入去啊，请问你有何事情啊？恁下晡是毋是有去见你未来的这个新妇啊？你哪会知影啊？我知你真有钱，所以呢，我惊讲你选毋到是人呢，死狗咧，对你的名声真伤无地啊！你即摆讲遮长，哩啰啰，得过斗菜倒是咧讲啥，我拢听无呢。听无？对方是毋是讲伊咧开啥物旅游事业？对啊，伊讲因兜是伫咧开迄个大间的迄个叫做观光饭店，啊，甲游乐场啊。
其实我坦白甲你讲，你去互骗去啊啦。伊是开一间小小看看的旅社尔，不但安尼，迄个老母咧，搁咧趁乌龟钱哦。真是咧！啥？你要死头路？是啦，头家娘，我实在无面阁住到遮，希望你能答应。若无张无当要死头路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但你嘛知影讲哦，即马金海啊已经互关出来啊，伊绝对袂放我煞，伊会来遮找我。到时阵哦，咱愈社的生意会受影响，对你嘛足不利的呢。伊敢来遮闹生理，敢对头家娘安怎不利哦？歹势吼，早就出来等伊啦，有打来啦。像伊种少年哦，伊一定会来啦。到时阵哦，伊若参讲哦，咱大家哦参恁咱咧去冲出啦，你叫我要安怎对恁交代？哎哟，贵基啊，你是有够戆咧！那你这个想法拢唔对啦。你为了这个金仔的代志，你甘愿讲饭哦无爱吃，啊要死头路？你敢知影？即摆经济真歹呢，要出去找一个头路无遐尔啊简单了。啊，你这若无做出去，你是要安怎生活？这啊，什么咧这咧迄咧？无迄落迄嘛，无迄落这啦，我甲你讲啦。若讲吼，外面找有头路啦，吼，嘛无讲像讲咱这里这么温暖，大家斗阵敢若一家伙啦，对毋对？你放心，头家娘保护你安全，走就甲警察报备啊啦，你放心啦，对。头家娘，你真正要搁互我留来做工课啊？多谢你啊！哎哟，讲迄什么五四三，你做咧大来，啊若金仔的代志哦，我会应付啦。你是要创啥？你是要创啥啦？要创啥？我要来遮啉酒，甲你捧场煞袂用。那阮这间台湾大旅社吼，无欢迎你这种人来啦。嘿，我今仔日带阮董事长来呢，要来这个所来开钱漂泊一个，五钱也会开也袂用的哦。带迄个恁董事长是有影无影？没骗你啦，我是拄拄对美国 LA 转来的华侨咯，我就是伊的董事长啊。今仔日我是早一百钱来这个所在要消费啊，赶紧拍开咯。安怎？闪！来，请。恁哪会安尼啦？喂，恁哪会使安尼啦？无经过阮的同意，家己甲阮开房间门落入来。但拜托，但即间我较早捌大过，但我唔知，我就搁你开。有呢咯。嘿，等。哎呀，我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咯，是安怎安排这间食细间啊？安尼即我大起来要通有面子哦。等，歹势。但即间旅社啦，即间房间算上大间的尔，你较忍耐者。好啦，安尼无我就小委屈一个大一间就好咯。看啥？赶紧来将恁店里上介好的酒菜拢甲我传出来。歹势，钱先摕来看卖，看你有炸钱无？一定都要看钱才会用的咯。无唔对啦，歹势吼人客啊，啊若你吼家己来吼，就免遮麻烦啦。啊是因为吼，这个人客吼问题较大啦。袂要紧啦，要看钱才会人钱，敢若米咧足多，你看卖咧。我昨这个轻两布地有拗魂的去单调咯。有啦，有够啦。啊是讲吼，若啉酒吼真歹势呢，阮遮有真侪规定啦。哦，啊！你这食细间仔的店啊，规定安尼，佫袂输敢若狗遐咧，目睭睭呢。啊，伊拄则嘛有讲啊，讲伊捌来遮啉过酒，啊，就是因为酒标较无好。我是真惊讲，若啉的吼，万不然来了代志，安尼就麻烦啦。哦，这放心啦，这边啊食酒绝对袂惹代志啦。啊，好啦，哎呦啊，既然人客安尼讲啊，对毋对？啊吼，先头啊对我现啊，好啦，人我安怎交代，咱就安怎服务，知影无？是。小等咯。啊？我听讲恁遮还有得叫查某咯。若有得叫查某较水的查某，甲选拔几下来咯。哦，较等下你若钱肯开，无问题。哦。弟弟啊，你感觉讲吼，最近咱这旅社吼，生意愈来愈歹。煞毋知，我是咧要讲哦，敢袂是迄对孝子啊？伊来咱的旅社碰见遐个钱啊，四界去宣传，若毋敢来咱遮。啊，当然毋是咱做的，哪有啥物影响？
啊无就是金海啊啦。来这偷摕钱啊，结果这么全庄的人，大家拢知影，送家来咱遮，毋才会影响情理。这气吼真啊恶名满天下啦！贵姐，以后你若拄到伊吼，小可讲一个。李阿哥，你嘛帮忙咧。我即马看到伊吼，是敢若袂输去看到鬼共款呢。你叫我去遐苦劝，啊你毋是叫我送肉入虎口？哎呀，我意思是讲，若雄雄强着甲讲一个，啊无到是安怎死都毋知影啦。李阿哥，有人客啦，我啉烧酒啊，开锅菜单。对哦，啊变查某呢哦。哟，查某就对咩吼？啊，毋是敢若查某的尔，你敢毋知影今日人客我嚣摆咧哦，摕一塔架塔，讲要来散财。无，啊是几个人要来吃？店哥，啊， 2个叫哦，17样菜。啊每一样菜拢叫5000块以上的，啊超过歹哦。啊是啥物人啦？其中有一个吼，毋是别人，就是迄个金海啊啦。啊，另外是金海带来一个叫做何党。哦。当但你毋免遐尼生气啦，迄是好你家早你今日拄我这贵人的，你也想看觅，无你若带迄种新妇人，死到你的面子哦，真扫落地啦。你看，咱去因的女婿啊，哼，查某囡仔无查某囡仔，叫因店里卡来呢，规堆拢来啊。你看，这明明是咧做乌的嘛。吼，这真正就到我咧门不当户不对嘛。吼，若毋是吼，你带我去洗脸吼，我真正去骗唔知。啊对啦，放出了。啊，你拄则毋是有敲电话叫文秀来？哦，有啊有啊。等下伊来哦，我上好是会当闪瞟一下。伊来，啊你若对我小闪瞟一下。因为我捌你啦。哦，好啦，无安尼嘛好啦。啊对啦，真多谢哦。你这一遍吼，安尼有法度通替我吼解决这个问题，因若无我怎去骗唔知，后工吼我好好甲伊说谢一下。哎呦，董事长啊，搭这小可代志，你莫放在心上。小可代志，我会让你看嘛，我敢骗钱的人哟。连刚刚有机会咱甲做伙，哈，无歹势我先走哈。我行。加拜。迄个少爷，歹势哦，啊这咖啡啊冷叽叽啊，无够甲换一杯啊咖啡吼。好，啊，咱加要换咖啡啊无过摕一碟面包嘛好啦。好，马上来。阿伯，是你用我出来啊？从今以后，你毋免阁叫我阿伯。为什么呢？阿伯，你平时敢无啥好看呢？我毋但面色无好看，而且我的心情嘛足歹。阿伯，是啥害你惹你生气啊？就是你。我是倒位做毋对代志，互你遐无欢喜？因为你骗我。我骗你？我是倒位在骗你啊？哼！你骗我讲恁兜是咧做旅游业的，骗我讲恁兜是咧做迄个大间的观光饭店甲迄个游乐区的，结果毋是，恁老母伫当时啊是伫咧趁乌龟钱的，根本就是一个老苍头。阿伯，你哪安尼讲呢？好啊，我讲你听，恁兜我拢有去过啊，我嘛去甲伊捧场过啊，我才知影讲恁是咧做乌龟生意的，所以从今以后你甲阮后生吼，这个感情就一刀两断。